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29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什么新闻重点。台铁屏东潮州站昨早起一台高空吊车歪向月台方向，加载无发生事故。台铁表示，这台吊车已经违法。HDMI 线高上标拢有注册，高雄警方查到8000多万仿的线材。协会是指出讲，这2档市面有将近40亿仿的材料。桃园有民众不满本色车等上久，对清洁队员大细声，本色搁乌白等。清洁大队表示会来捍卫公权力。新闻一开始来看台铁屏东潮州站昨早起，副站长伫月台巡逻的时，看到一台高空吊车歪向月台的方向。迄当时就有车要进站咯，加载无发生事故。台铁后来发现讲，这台吊车是车头隔壁邻家厝的施工。也毋过吊车煞停伫台铁用地，嘛已经违法咯。会甲警方做回来调查，看安怎来处罚。副站长伫月台顶悬巡逻，煞发现头前一支高空吊钩向月台起过来，赶紧通报。高空作业在我们的1月台的南端哦，请他们派人去外面看一下。事发伫台铁屏东潮州站2八透早大约10点半，附近工地高空吊钩向铁基路甲月台起过来，当下拄好有列车要进站，若吊车倒去，还是吊钩卡到铁基路顶悬的高压电线，恐惊会像中捷事故共款出代志。爱安全措施啦。吊钩伫遐，人火车过，人嘛惊。等来到现场，迄间吊车停伫车站边仔的台铁用地，离车站大约5公尺。尾旁边仔徛个工地吊铁材，但即个用地若想要入去施工，爱先甲台铁申请。施工单位无申请，已经违法，就算毋是台铁的用地，嘛受铁路两边建建限建办法规范，毋是想要起就起。铁道设施的话，有一个所谓禁建限建办法，就是在铁道外围，铁道土地外面第一层就是禁止他们建设。那在过去是限制他们建设，可能要都是一些照法规。这次的事情是他已经在我们的铁道用地来做施工了，那已经是很明确的是违法的行为。因为这种我嘛唔捌啦，啊，不过我是讲人招无，啊，尽量闪较过来安尼尔。针对徛个违法施工，警方接到通报了后，29透早到现场搜证。台铁会甲警方共同厘清施工单位是安怎走入来台铁用地，甲相关的违规事项做后续的开发。记者陈焕武、柯正俊屏东报道。台铁局明年就要公司化，会有头一批无公务人员资格员工，也毋过传出讲台铁新的员工哦，薪水上加是3万块起跳。台铁工会是认为讲这实在上低薪咯，可能会真恶找人。也毋过台铁局是强调讲薪水的代志还未决定。台铁局要伫明年元旦过后进行公司化，也按算要招第一批无公务人员资格人员。不过最近内部员工流传一份人员财务草案，上加薪级的基本薪水是28210块，加上职务薪2320块，员工是一个月薪水上加3万起跳。事后每年调薪4%了后的台铁公务人员，月薪上加有3万起。互台铁企业工会认为，薪水的结果成过低，无合理，恐惊找无优秀的人才。台铁现职的员工的薪资待遇已经是交通部辖下薪资最低的。招进来的从业人员，我们当然会期待说，如果今天要让广大的劳动力进来这个台铁的话，势必要拿出更高的待遇，也不能够忘记是我们现职员工的待遇也必须要提升。台铁企业工会表示，台铁相关人员专业的砍斩加悬，若对油降低人事成本无法度确保服务品质，会继续协商。其实对比铁路业的薪水水准，台铁上加月薪只有3万，不过高铁有33000外，也有一定的差距。以民营企业来讲的话呢，如果这个底薪本薪属于2.8万到3万这个级距的话，其实都是比较基层的这个内勤人员哦，有这种技术层次的这个员工的话，其实3.5万到4万以上这样一个底薪级距的话，其实是比较合理。运输业也都持续有缺工的一个情况哦，可能在薪资的部分要达到一个比较吸引人的一个行情，才有办法让招募是比较顺利的。另外，台铁公司化了后，会面临差不多1300个员工离职潮，加上申请转调，甲原本编制欠人2700多人，人口缺口本来就袂细，那人员招无顺，阁有温休。台铁局是回应，人员薪水还未定限，会阁研究要安怎增加招人的诱因。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看咱台湾高龄化又个少子化欠工是真严重哦。人力银行公布今年年尾奖金平均是1.08个月，创10档的新低。也毋过哦，平均的年薪69.4块，是8档来的上悬哦。有47.5%的企业是表示讲，明年平均会调薪3.2%，一个月会当加1000多块。也毋过哦，人力银行是讲，实际调薪应该是未超过3%。国内经济成长率下修到1.42%，不过民众的生活也是会过。天幕调头家讲，疫情这2年生意正歹，今年总算会让分一个月年终奖金给员工。大概1个月之前哦，像前2年的话，疫情期间那个是没有办法比的啦。今年平均的年薪上最前5名产业，分别拢是科技业、半导体产业102.2班，连续8年第一，年增80达到5.4%。不过因为经济一直拢无啥好，再加上通膨加欠工，拢让公司的经营更加困难。人力银行调查显示，企业预计今年年终奖金平均是1.08个月，是10年来的新高。企业对于明年年终的发放，会比过往几年还要来得少，甚至比去年少0.23个月。今年年终奖金就此创新高，但是年薪的总额69.4万，算是创8年来的新高。比去年增加2.5%，大约是17000块。47.5%的企业预计，2024年平均的调薪是3.2%，平均一个月加薪水1430亿，但是比军公告要伫咧明年调薪的4%较低。现在表态大概是3.2，我的预估大约明年的这个调薪状况。实际调薪状况应该会落在跟今年差不多，我想大概介于2.4%到2.6%左右。年终奖金前3名的产业分别是金融业1.83个月，是连续第12年第一；过来是半导体业的1.38个月，营建业是1.23个月，顶多是大数加产业业0.59个月，医疗服务业是0.97个月，拢无到1个月。在这个欠工的时代，企业也是要想办法吸引一寡含金量较悬的好的人才。记者综合报道。HDMI 线是影音传输的线材哦，家家户户拢有需要。也毋过，这款线的技术规格、甲商标拢有注册。高雄的警方最近哦，就查到讲网络有人在卖仿的线材，大约8000万。HDMI 协会是统计讲，敢若伫台湾，去年到今年的8月，就查到将近40亿仿的产品，因会来提高。拍开电视要收看高画质讯号，真侪民众选买 HDMI 线材，也是使用伊的设备。高雄警方所发现，有业者伫网络卖假的，查到3000件的仿冒品，侵权的市值有8000万。一般民众、网络卖家、店家误认为影音传输规格或功能，难对于商标欠缺认识。现在最新的线，我们都会有所谓的防伪标签，你透过手机一扫就可以知道它是不是为合法的。第二个，它所使用的这个 HDMI 的商标，必须它上面是有 TN 或是写 R 的。警方表示，真侪卖家也是民众拢唔知影这个技术规格，还有商标拢有合法注册，无经过授权来制作的产品，也是使用伊的名拢算是假的。用到这仿冒品，轻会互厝内讯号无好，严重有可能倒伫着小拍电。你如果制造包括使用到 HDMI 的端口或者说线材，它本身其实有规定是你需要跟这个 HDMI 公司缴纳这个授权金。那包含商标使用、包含的技术使用都是。技术所有人他到底有没有针对这个技术去申请专利？那疑似侵权人他所声称的他使用的这个技术有没有落入那个专利权范围里面？有落入的话，那我们才能说初判说他可能会有侵权的可能性。业者统计，去年8月到即马，仿冒案件将近30件，敢若伫咧台湾侵权的计数，就将近要40亿个台票。后续会针对仿冒者来提告，嘛强调因的概念甲蓝牙耳机同款，使用者毋免直接甲公司来取得授权，毋过销售者还有制作商一定要有协会的授权，按照着因的规格制作的方式去做，才是正版。记者王刘婷、明昭宽高雄报道。最近桃园有一寡民众因为等本色车等上久，也是讲慢一脚步，就对清洁队员大细声，佫有人甲本色乌白等哦。清洁大队是强调讲，请民众都爱尊重清洁队员，清洁队会来捍卫公权力。清洁队员权益促进会嘛呼吁讲，就应该爱来检讨本色清运的政策。
换本数单本数车进前路地发生民众不满本数车太车5点将本数平就驾驶组，去讲究执勤当中的驾驶，清洁队员未堪咪受伤，2摆早车辆影像记录到派出所报案，所拢无成功。派出所就回应是误会，目前已经将阿嫌犯的身份，可能有妨害公务法。民众等了车太久，或者坐了车，就会把情绪发泄在清洁队员身上，彻底检讨迎接收予的政策，不要让基层清洁队员承担这些风险。如果再有发生这样的一个谩骂、挑衅、伤害的动作，我们去依法追究到底。桃园最近清洁队员执勤过程中，互人拍、互人骂事件真多。星期8月发生民众不满清洁队员无到拼本数，卖垃圾费。另外，敢若是11月就发生4件清洁队员执勤当中受伤的事件。清洁队员团结促进会呼吁检讨清文政策，不过民众对严格甲定点收本数反应无同。定点收垃圾的诉求是非常好。我们回家的时候，只要遇到收垃圾的情况下，我明明住在巷子中间，我要在那边等10来分钟。年轻人。定点那是很好啊，对，老人家没办法，有的像我妈妈100岁，她在家的在门口出来，她就要丢啊。环保局环境清洁大队表示，民众勘测侮辱队员加妨害公务，事发现场拢有收证据报案，也表示清洁队员尊严爱受尊重，依法捍卫公权力，绝不允准队员受到任何的侮辱或者是动脚动手。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南投仁爱乡哦，之前因为食刺龟中毒，造成1人死亡，8人送病院。消署表示讲，即卖已经摕到刺龟的检体会来化验，后礼拜一定有结果哦。消署嘛强调讲，刺龟的毒素是氰化物的1000倍以上，所以呼吁民众千万唔通乌白食。南投仁爱乡一间小吃店进前发生民众食刺龟中毒案件，造成1人死亡，8人送医救治，是这几年来上严重的刺龟集体中毒的事件。消署伫早起证实已经收到相关的检体，会进一步分析刺龟品种、甲伊毒性，内部清楚案情。已经着手进行检验，那顺利的话，预期应该在下礼拜1会有检验结果的出炉，没有煮过的生鱼片，我们就可以去做 DNA 的检测。根据检调甲卫生单位调查，这案件的刺龟是家人一个钓友甲后生红的头家，煮汤甲做沙西米，甲朋友斗阵食，是毋到8人出现骹手麻痹、头壳晕这症状，头家是死亡。医师表示，民众若食刺龟了后，10到45分钟之内就会出现喙唇、喙内底骹手麻，司机无来这症状，而且神经毒素也影响喘气的筋脉，进一步致使呼吸衰竭或者是死亡。目前临床上无特别的解毒剂，可能用支持性的疗法。那在台湾至少就有30余种这样子，但是这个没有毒的河豚非常少，这个外观来辨识其实相当的不容易。因为河豚的这个当中内脏很强烈的神经性的毒素，它毒性氰化钠这种剧毒相比毒性甚至达到它的1000倍以上。透过加热、烹调也没有办法把毒素破坏。消署表示，国内食安法第15条有规定，食品或者是食品添加物有毒或者是含有害人体健康的物质或者是异物，并制作、加工、调配或者是作为正品才规定。外界关心，是不是有规划照日本处理刺龟用证照制度？目前食安法并无授权针对特定产品爱有证照才能处理，而且牵涉修法爱各收集意见进一步来讨论。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华人地检署针对一个姓念的食毒犯申请观察解读。华人地方法院是认为讲犯案的地点不是华人的管区，所以驳回。也毋过检方无注意，嘛是甲人掠去执行。伊去年又搁互掠到食毒，台北地检署就直接甲伊起诉，互法院判2个月。被互掠入去关进前伊又搁食毒互掠到。后来有法官就发现讲，前2案拢有违法的所在，所以赶紧来通知北检暂停执行。警方临检的时阵，闻到房间内有怪味，对面床骹插到一包毒品。原来这2个查甫人烧酒伫咧旅馆内面食毒。这谁的？哇，这谁的啦？这种食毒的犯人，国内常常看到。严过伫2年外前，一位姓念的查甫人自安徽那边被掠到，检方声称观察勒索。严过明明发现地基以管辖权错误，驳回裁定。
但是花莲地检署无把内容看清楚，也是甲人送去执行，历届14天。那我们本部呢会在促请所属的检察署在执行法院确定裁判的时候呢，指挥书后面要减负确定的裁判，而且要必须确实的核对确定裁判的主文。记一项在案的错误记录，让这个查甫人去年第2遍食毒时阵被抓，台北地检署无经过查证，直接违反停诉该起诉。台北地院也无发现，该判2个月。一直到法院进前，如果第3遍食毒被抓。这回承审法官总算发现这2件案件有问题，通知北检停止执行。目前我们司法院已经在研议说被告刑案前科记录的改版作业啊，希望法官就是在使用被告前科的记录的时候，可以更容易阅读，这样就可以避免这个误判的情形产生。司法院表示，将会改版前科记录作业，以免个产生错误。法务部也回应讲，会督促各级的检察署。在这回书的后壁，要检附裁判书，并且核对裁判的主文。这件的情况啊，它其实是检察官跟法官看都没有看，执行跟判决那么重要的事情，它一定要有一个很严谨的 SOP， 把这个一定要确认的东西确认之后，再可以发件送执行，或者说才可以下判决。自检察官到法官连续出包，民间司改会就批评。审检的一时疏失，严重损害被告的权益。除了建议减少侦办加审理的案件负担，司法的督促制度也最近做检讨。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中最近3个月发生真侪件加油无付钱哦，有5间中油的业者受害，敢是去嘛锁定一个细电的嫌犯，警方嘛已经抓到人移送法办咯。嫌犯骑车到加油站加油，看到加油员加好放油枪了后，煞无纳钱，马上骑车扬长离去。过程中去监视器翕落来。台中最近3个月之内发生几落件加霸王油的事件，警方接到报案，锁定40岁陈姓男子，持区票伫咧大理区新林路一带抓人。经本队会诊本市发生之案件，并报请台中地检署指挥侦办。日前。持拘票将田姓犯嫌于本市大理区逮捕到案，并由检察官声押获准。警方统计有5间加油站受害，嫌犯锁定中油加油站，加的拢是95无鉛汽油，累计加19.52公升，业者受害金额总共635块。中油公司证实，受害加油站拢是加盟业者。监控摄影镜头翕落来犯案的车牌了后，马上报案，而且通报所有的直营甲加盟业者特别黑红。现场会有一些 CCTV 的摄像，取得相关的车牌号码，马上通知相关的警方，马上会通知我们所有的中油的直营加油站，还有我们的加盟的加油站，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要大家要特别注意。典型嫌犯向抓证前也个走入去面体密起来，但是油员去警方逮捕。专案以涉犯诈欺加窃盗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检方考量有搁再犯的可能，向台中地院申请羁押核准。中油是强调，目前民众加油大多拢以信用卡或者是中油 App 来支付，霸王油事件大大的下降，但是油员也请加油站提高警觉。记者台中报道。来看花莲有一个查某人，伊最近收到3张中华甲台中开的交通罚单，也毋过伊讲哦，伊根本无驶车去外县市，伊嘛申诉几啊届咯，也毋过嘛是搁继续收到罚单。拄则开280多万牵一台新车，也讲用特殊的纪念日经车牌，也毋过人甲车拢伫咧花莲，所收到来自中华会南甲台中大家的3张罚单。车主几条面敲电话给大家分局申诉，感觉警方伫咧杀责任。我说，如果是赃车呢？如果他一直让我接到罚单，还是他是贩毒什么犯法，那我是要去承担这些。他就说这就没有办法，那你就只好换车牌。那我就觉得很不负责任啊！凭什么这个东西是要我去换车牌？为了要证明家己的清白，车主调出来监视器，证明罚单顶头的时间日期，车拢伫咧花莲，而且车后斗有家己画的花纹，甲违规相片内面的车无同。花莲警方到3港销案，并且转做刑事案。本分局获之后，立即受理报案。只要能够提供一些相关证明，我们会询问给监理站，提供一些撤销的一些资料。
监理站讲，一面上记载的车牌一般拢是亚克力，车牌2下骹有3蕊花，名2粒是墨绿器，中央迄粒是膨彩，要分辨是真的也假的，就要挖滚看。它这个下面可以看到有3个压花，那可以看到这2个旁边这2个是凹进去的，中间这个是凸出来的。那它还有做一个颜色的做一个区别。有警察私底下讲，伫即马国内相关的电子主题设备无法度判定车牌是真的也假，一般拢是爱零检查来了才能发现，才有法度阻止继续被盗行。要劝车主换车牌，也是为了要避免高发生其他的案件。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美国佛蒙特州柏林顿市2号发生枪案，3个伫美国读大学巴勒斯坦的学生，伫学校附近互一个48岁白人开枪弹着，警方立掠到嫌犯，犯案的动机目前搁在调查，因为这个嫌犯拒绝认罪，法官嘛下令讲袂当交保。顶周末2号感恩节假期，该当是亲友团圆的好日子。美国佛蒙特州小城柏林顿市所发生枪击。3个巴勒斯坦的大学生伫街仔路，互一个白人的枪手连续开4枪，至少3个人受伤送医接受治疗，其中一个肋骨着症伤势较严重。They were speaking in a mixture of English and Arabic, which is their wont. 2 were wearing keffiyehs. And they had no knowledge of this individual, had not encountered him before. He stepped off a porch and produced a firearm and began discharging that firearm. 警方伫第2天掠到48岁嫌犯伊顿，不过伊对3项企图谋杀罪拢拒绝认罪，犯案动机目前也唔知。法官下令关押，袂使交保。警方讲，3个受害者拢是20岁，有2个是美国公民，另外1个是合法的居民。枪击的时阵，因有带象征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乌白色假的阿拉伯领军。Kenan grew up in the West Bank, and we always thought that could be more of a risk in terms of his safety, and sending him here would be the right decision. And we feel somehow betrayed in that decision here. 被害者家属发布联合声明，呼吁当局按受犯罪角度调查这个事件。美国阿拉伯反歧视委员会全国执行长嘛讲，反阿拉伯甲反巴勒斯坦的情绪称权，这个事件正是十分转暴力的案例。按10月初7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发生武力冲突以来，美国各地反伊斯兰甲反犹太主义事件同时阵来增加。美国总统拜登对这个枪击事件感觉着惊，强调美国绝对无容忍暴力甲仇恨。公视新闻江文编译。来看英国的维珍航空公司，一台以100%英属航空燃料飞行的大型客机飞过大西洋，成功伫美国降落，为大型的飞行机集团的飞行写历史哦。这嘛证明讲环保的飞行方式并无问题。这是一座由政府资助、无载付费乘客的单座旅程，搭载劳斯莱斯特伦特发动机的维珍航空波音787客机，为伦敦希斯罗机场起飞，飞过大西洋，成功降落伫纽约甘乃迪国际机场。顶礼拜，一架原料航太公司的 G600 航空机，使用100派永续航空燃料，成功飞过大西洋。维珍出行的特别所在是商业航空公司头一摆以客机使用同款燃料，长途飞行成功。We then will turn to the fuel industry and say, if you can supply it, we've proven it can be done. If you supply it, we will use it. 只是永续航空燃料少，高成本是普通航空燃料的3至5倍，是航空业目前面临的大挑战。包括维珍在内的国际几何间的航空公司拢表示，希望在2030年底进前，永续航空燃料使用比例达10%。航空业若想要在2050年底进前达到净零排放，永续航空燃料使用比例要达到65%。There's only 0.1% of the world. Aviation fuel is manufactured in a sustainable way. So there's 100 to 150 times scale up required to get to 10%. 永续航空燃料 SAF 会当由包括农作物家庭废油加食用油等多种来源制成。维珍这座飞行整班50吨 SAF 使用2种类型燃料，其中88%来自废油，其他是美国环保制成的废料。伫测试甲分析了后，英国民航局这个月初批准这座飞行。各有真侪公司参与这个计划，包括眼镜制造商劳斯莱斯甲能源大咖英国石油公司。公司新闻吴伟林编译。
再来看联合国气候峰会，明仔载会伫杜拜举行。这届峰会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主办的，要来公布全球头一届的大盘点来了解目前减慢地球暖化的进度。也毋过伫开幕进前传出国阿拉伯是用主办国的身份伫卖油做生意。第28届联合国气候峰会30将会伫杜拜举行。全世界总共有200个国家的领袖，超过7万人参加这场要甲2礼拜会议。因为2023年恐惊是有纪录以来上热的一年，有关针对这个时代气候应变、生物多样性，抑个粮食的安全，拢是这届大会重要的议题。We are trapped in a deadly cycle. Leaders must break this cycle. The solutions are well known. 美国德拉华大学伫最近公布一份研究报告，讲去年受到定位气候变迁的影响，全世界经济产出减少6.3%，而且对产出国家的影响上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就警告讲，这边大会进展绝对袂用能够照以前的模式行，就要采取措施改革全世界金融体系，提供国家侪资金和气候变迁影响严重的国家。There are a couple of countries where we need to find a way to support them to reduce that burden of debt. 这边大会目标之一是要伫咧2025年之前，将气候适应措施的经费增加1倍。因为今年的大会也是2016年巴黎协定生效以来第一遍公布全球盘点报告，将会评估目前气候目标的进度，并且调整政策。达到伫全世界2030年进前减少43%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不过，伫咧大会开幕进前，主办国家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所传出讲，利用主办国家的身份，甲其他国家确定新的石油加天然气交易。英国的媒体报道讲，沙特阿拉伯将伫咧送一项投资计划，目的是要让产出国家无法度离开石油产品。公司新闻牛眼编辑。过来消息来看，剩无到2个月特别选举咯，总统候选人嘛拢已经完成登记。劳工团体伫下晡邀请3党的总统候选人来发表劳动政见，3个候选人拢会出席。那么连线号人伫现场的台记者李尚如、跟曾俊佑来甲咱讲现场上新的状况。是离总统大选敢若剩45天，但是全国产业总工会等5大工会指出讲，目前3党的总统候选人拢也未针对劳工议题提出完整的政见。但是劳工朋友是全国发展的非常重要的族群，所以伫咧下晡要举办公办政见发表会，邀请3党的候选人做伙来针对劳保年金，还有劳动3权等5大议题来提出政见。咱今仔因为是劳工的议题嘛吼，所以有劳工的退休吼，啊，佮公司的合并对劳工有啥物影响吼，啊，佮咱即马加薪的问题吼，啊，佮劳权的问题吼个问题，啊，佮一个就是转型正义的问题，咱劳工要安怎转型才会当得到劳工应用爱的权利议题，拢有先互因，啊，互因来这边遮吼，讲伊下摆想要安怎做，这4年要想要安怎做。哦啊，互因来回答阮的问题。下晡的政见发表会，头一个3点半上台的是赖清德，4点换候永琪，5点才是郭文泰。因伫咧讲线了后，嘛接受记者的提问。专三总表示，发表结束会随办线顶民调，由工会干部涵盖直播的民众做伙参与，要针对3组候选人的政见来公布原意图，然后伫咧结束了，嘛随公布结果。以上是记者卢尚如、曾俊佑伫台北的连线报道。再来甲时间交转去互主播。如曾俊佑台北报道。台湾要准备引进印度的劳工，也毋过清华大学印度中心嘛建议讲政府毋但应该引进印度的劳工，嘛当来甲印度签合作协议，让印度学生来台湾读册。因为少子化，国内侪大学拢面对招募学生爱退场的危机。国内有学者指出，台湾通价眼光看到外籍学生，亲像台湾计划参印度签劳务合作 MOU， 引进印度移工补产业人手欠缺。学者讲，印度毋但是劳动力输出大国，也是出国读册留学生大国。印度是世界上人口第1大国，已经超越中国，成为世界人口第1大国。那它不只是第1大国，它是年轻的大国。印度的人口中位数是就中间那个大概是28，光现在他留学到其他国家去的，大概就超过100万人。估计到2025年的时候，他可能会有200万到150万
留学生。面对未来印度可能有侪留学生到世界各国读册，学者认为台湾爱把握机会招生，就有机会减轻过来少减华对学校的冲击。另外，有学者认为台湾会当发挥家己的产业优势，请留学生来台湾。农业方面，农耕队在非洲，我们可以帮，就是非洲人可以透过到台湾来学习。然后跟世界接轨这个农业的发展，还有 CHIPS 近这一年来也有欧洲像德国的，他们也很想到台湾来学习。由台湾教育智库主办的这个论坛，落尾会参赛的总统参选人直接邀请因提出看法。智库进前也邀请参选人回应108课纲、基职教育等问题。民进党大部分10个题目拢回答，民进党赖清德回答5个题目，国民党侯友宜无提出任何回应。智库呼吁总统参选人要重视教育议题，接受选民的检视。记者郭文水台北报道。再来看时代力量指出，国民众党无分区立委排名第4名的正国车传播集团的创办人吴春成，伊长期接受永丰集团的委托，私底下斗相共的敲法案哦。即马又搁真做是民众党的无分区有利益回避的问题。瓜办是表示讲哦，吴春成已经退出正国车运作咯。对于时代力量的指控，嘛无了解详细的内容。搁再批评民众党立法委员无分区名单，时代力量表讲排名第4的正国车传播集团的创办人吴春成，长期接受永丰集团委托监测，阻挡《疾病者保护法》立法专案，也锁定吴国昌的吹哨者保护协会动向，做财团的拍手。民众党到底是把这个不分区的立委当成什么？那是可以当成是可以买卖的席次吗？永丰集团委托这个战国策传播集团的业务繁多了哈，那其中最关键是什么？就是监测揭弊者保护法的立法进度。古显地即期，正国车传播集团是永丰集团旗下各公司长期稳定的合作伙伴，5年总额有到要到5000万。一方面替财团的头家敲法案。也落入民众党的无分区名单，完全拢无利益的回撇。最主要在背后阻挡吹哨者保护法通过的永丰金，他所聘请来重金请来的阻挡法案的这个打手，会跟当年坚持推动吹哨者保护法的黄国昌委员成为同事。时代力量也点名郭文铁、吴珊珊，是毋是知影正国车甲永丰集团的合作关系？是毋是有向永丰集团的创办人何秀川承诺讲，袂甲吴国昌列入无分区，就算真正要排入去无分区，也袂互吴国昌做法务部长。绝对没有这样的协议。再来是我们的不分区都是经过选决会，大家集体讨论，再送到专委员会，大家集体决策的过程所以绝对不会是个人，也不会是黄珊珊一个人能够主导的名单国办进一步说明讲，正前吴春成已经讲。伊即马已经退出正国车的运作，对永丰金委托的案件并无清楚内容。记者综合报道。针对日本的核废水，有立委是质疑讲，日本政府10分钟就公布一届海水监测的数字，也毋过咱台湾一礼拜才提供一届模拟的数字。另外，针对碳14个点129拢无检测，核安会是表示讲，台湾离日本2000公里远，其他国家嘛是拢用这款移步的方式来检测。也毋过，核安会嘛讲咱国内目前确实是无检测碳14的能力。日本对8月24开始排放核废水入去大海，11月初已经排放3届，台湾继续监测。不过早起国民党立委郑丽文就质疑，为什么日本每10分钟就会当公布上届新的海水监测数值，台湾所提供的却是一礼拜无基数据？你起码每天的侦测结果可以出来更新嘛？是。为什么要预测1个礼拜？那你这不是在糊弄大家，不然是什么？随着距离越来越远，因为海水的一个稀释越来越远，所以我们大家都是用一个定期、一个频次的一个概念。立委郑丽文进一步质疑日本政府排放核废水有各种放射性物质，台湾却无检验碳14，也有碘129。核安会主委陈东勇表示，这个物质国际原子能总署拢有自抢伫咧监测，不过核安会也破白讲，国内也无材料检测碳14。碳14跟这个碘129，其实我们是需要建立这个能力。我也可以老实说，目前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所以我们在建立当中。
也有立委伫咧关心中国有55座核能机组，21座还佫伫咧起，大部分拢设伫咧沿海地区，万不一发生核灾，台湾敢有法度掌握呢？境外核灾主要是以原子层为主要的考虑，这些机动式或者是固定式，它是每5分钟会传讯资料回到我们会里面。立委也烦恼中国离台湾上界近的核电厂只有离马祖92公里尔，烦恼对方发生事故无要通报。关联会强调，目前设120座固定、100个机动辐射监测设备，若准辐射有发生变化，就会当随掌控到。记者综合报道。台湾高铁2档拢会办一届应变技术的演训，今年是头一摆来公开哦。嘛，动员300外个高铁员工来举办13项的比赛，有去落落去为大卡的物件，也是对沙包的比赛哦。咱做伙来看卖。他决定捡起的是帽子，帽子有一点难度，那么他也非常快速的捡起到相关位置。活台下骹有真侪物件，地鼓、衫裤甲帽仔，高铁人员赶紧用棍仔将物件摕起来，去后壁饲计时器，比赛就结束。这是台湾高铁举办演练训练，看起来真趣味。今年唔但有捡物件比赛，阁有用消防水带将球拍落来，甲堆沙包等等，拢总13项。每一位员工的操作流程真熟手，平常因若是拄到各种状况，拢会当做好准备。可以在现场与其他车站的同仁教学观摩，那并且学习其他人捡拾技巧。那在我们后续在日常生活中工作的时候，能够缩短作业的时间。交叉堆叠的方式，然后让这个沙包的间隙可以比较小，那达到一个防水防洪最佳的状态。台湾高铁为2021年开始，每2档就举办一摆应变技术综合演训。今年动员北中南300外名员工，有消防、工程、工管等等无共面向演练。随网比赛干那1天，未来台湾高铁的讨论检视甲修正，安怎做才会当因应各种灾害。演练只是一时，更重要是应该时时检视各项现行应变的 SOP 是否有效，来进一步发掘潜在的风险。台湾高铁表示，常常有民众物件落落去活台下，民众爱先通知高铁人员，千万唔通家己去捡，除了会有危险，阁有可能会违法。记者钟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来看云林古溪种千外公顷的柳丁，产量是占全国的3成。也不过第二册开花结籽的时候，因为欠水，今年的收成大约会减少1成。另外，苗栗大湖的草莓最近受到病虫害影响，产量至少会减少3成。这嘛赶紧的防治来避免病毒搁继续传。黄叶叶柳丁挂树头，11月云林古溪开始采收柳丁，不过年初是欠水，影响到开花结果，予今年柳丁减产。有一个细林农民种6分地的柳丁，一年会当收成35000台斤，不过今年减收1万台斤。今年较减收，是咱迄个3、4月啊欠水嘛，开花结果期伊有开花的结果，今年的产量会减足济。年初的时候有比较长时间的干旱嘛，所以它的产量没有那么好，就是量少嘛，所以价格稍微上扬。古溪乡公所表示，古溪种1000外公顷的柳丁，年产量占全国3成，有个减收1成以上。目前产地柳丁批发价达台斤13到15块，比永年搁较好。另外，苗栗大湖草莓最近也受到新型病菌草莓甲斑菌的影响，产量减足济。什么好菌都跑了，也没什么挡不住。那你种植面积多少？多少面积有种？5分地。那结果呢4/5了吧。受到一个天候影响，造成这个草莓大量死亡了，大概有超过30%的一个以上，那就是受损面积大概有120公顷。农民表示，受到感染的草莓要规丛连土做伙扣起来，避免感染网络扩大。那农政单位最近陆续安排会勘，辅导农民用药防治。当地农会就讲，今年大湖地区种草莓差不多400公顷，以及个减收真济，草莓价销会比永年搁较悬。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关镇的农产是林家哥猪仔轮流种植，有保育类的动物林家鸟伫遮生产咯。过去农民是真烦恼讲鸟仔会来食，所以会甲鹅仔浸农药。也毋过最近较环保的做法是甲鹅仔砍铁粉，毋但当保育生态，嘛互鹅仔的哺乳率会当提悬。
台南县定的菱角目前已经到3季的尾期，所落来产地要野种的就是稻仔，用无人机载的这一粒搁一粒铁肤色的切仔，甲咱平常时啊看到的无共款。原来是因为上外面有加一层铁粉。我撒了之后，看它的第一个是我们会先测试发芽率嘛，然后第二个是我们撒在田间里面到底有多少，就是它会多少被吃走。对啊，然后发现说这个它真的比较看不到。所以就用这个来取代农药的概念。这样的发芽率大概是达到大概是99.8到0.9的发芽率了。那现在用了批复铁稳之后，撒播在稻种之后，撒播在稻田之后，那个鸟比较会看不到，它就不会减少去吃，然后会增加那个农业的他们的采收的那个产量。因过有农民因为惊切仔互照一条，会先甲切仔浸农药来防治，后来环保意识也悬，佮加上关田地区有保育类的动物菱角鸟，所以即马改变做法，透过伫切仔外口过铁粉，减少鸟仔来毒，提高黄仔的发芽率。田间的撒播这个部分也靠着因为无人机这样子的一个撒播方式，那让他们在这个部分呢没有裹农药，好，那我们也可以相对的在保育的一个方面呢，可以让农民呢也达到经济的一个收益。关田当地的农产，因为菱角甲稻仔轮流种植，地形也无适合大型基居进驻，稻仔拢是直接野种。即马示范区底是无人机配合高铁粉的切仔，来解决生态、生产欠工等等的问题，互农业较智慧，嘛较有效率。记者温正雄台南报道。来看，伫美国拍一棒的球员张玉成，今仔是登去台东来指导台东县的选手，所以是真受到欢迎哦。县政府嘛表示讲，因未来会来成立基层棒球科学化的训练基地，来培养棒球的人才。台东县国中小的棒球小将伫女美棒球好手张玉成的指导之下，为提球棒到控球保持稳定的系列动作，学美式的棒球训练。跟着投手，一起做那种动力的感觉。然后第三个就是球来，不管球在哪里，这个棒子就是往那颗球打。抛得很好，很好，力量很大。张玉成即摆接受台东县政府邀请，成立基层棒球科学化训练基地，提供球员训练课程，包含大联盟用的科学化循环训练、收集选手的动作，各用大数据分析，提供教练调整球员全身筋肉群的平均甲协调性，提高球员正确动作，避免受伤，可拍出好成绩。3级的各级学校的棒球员提供他个别的这个训练处方，希望透过这个训练处方呢，提升孩子们的这个训练绩效跟教练他在训练上的一些作为。张玉成讲，伊伫美国比赛时阵受伤，等下台湾调养，恢复情形正好，已经开始自主训练，也希望提供经验，传承给新一代球员。伊按算明年1月过去美国职棒30也拢咧洽询伊加入意愿，包含日本中华职棒要球队咧征询伊的意见。伊讲无排除任何可能会搁登到球场拍球。记者综合报道。有调查显示讲，台湾学生的公民素养伫全球24个国家内底哦，公民认知这方面是排名第一。伫移民人权、有族群、有性别平权、甲环保意识，嘛拢表现甲真优秀。也毋过伫校外参加活动这方面哦，是爱搁加油。除了课本内面的知识以外，台湾的学生伫咧公民素养的表现如何？根据2022年国际公民教育甲素养调查研究显示，伫全球24个参加调查的国家内面，台湾8年级学生伫咧公民认知测验的整体平均分数是583分，排第一，国际平均大是508分。相较于欧洲国家的民主发展，我们台湾的民主发展其实是比较短时间的，就是说以时间来比较的话。但是我们的学生在这里的表现完全不输欧洲民主国家的学生，包括伫咧移民的人权、族群加性别平权、环保意识等方面，台湾的学生表现拢正赞摕第一，也对政府组织信任度悬。学者认为，这个疫情期间，学校维持线顶教学，也有180块讲强调探讨研究甲实作教学有关系。
整个课程的这个结构跟国际议题关注的这些趋势是非常接近的。不过，台湾的学生在校外活动的参加度方面，亲像是帮助当地社区的志工团体等组织，将明显比国际平均大较低。整体的素养教育呢，不会偏颇在只是记东西，或是背诵一些需要知道的。那希望这一些都能够在他的生命中变成可以是行动出来。学者建议学校加社区机构一个产业合作，鼓励学生有更加多元的参与机会，做到服务学习、培养公民素养。教育部也希望透过3级的辅导机制，协助老师增加能力，做到多元文化加性别教育。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宜兰拜神农大帝五股庙，已经有200档的历史。在2016年嘛，订入做历史建筑。也毋过当初有2派的信徒，一边想要起新庙，一边是想要来保留旧庙。后来经过县政府的协商决定要新的旧的并存，所以今仔嘛举办旧庙翻新的完工典礼。大家尝试一下，把自己想象变成神农氏。不少学生在导览员的说明之下种百草，体验神农大帝饲食百草的精神。宜兰五股庙是宜兰县主奉神农大帝历史上久的庙宇，200年的历史，离旧早起，旧庙经过拆解修复了后，陆续启用。撒开庙门，代表旧庙顶开历史新的一面。过去这座庙，因为和白下周期年久失修，庙方想要拆掉重建，和文化界组织提报县政府。经过文书审议了后，2016年将庙宇登录为历史建筑，引起庙方反弹。双方一直坚持，经过沟通，最后是用新庙兴建到旧庙重组修复。那拆解过程当然就是蛮艰辛的，因为拆解的时候比较担心的就是一些雕刻啦、彩绘啦，或者是那些比较容易脆弱的东西。负责旧庙修复的建筑师指出，这座庙修复上困难的所在，都是伫拆庙时爱注意，唔通破坏庙宇原有的雕刻甲彩绘。经过历史调查研究，才会当成功完成修复。里面主要的就是有关于我们噶玛兰厅，就是整个宜兰的一个开发的设置的一个进程，还有五谷信仰的一个过程的介绍。但我们的新庙预计在2年后会完成。我们把神农慈悲的精神发扬光大。旧庙落成了后，内部有神农文化常设展，佮提供导览，予游客甲学生。那新庙目前还未完成，庙方指出，预计2年了后会当完工，予新旧庙会当并存，成做宜兰市地标。记者综合报道。日本的少子化嘛是真严重，20年来已经有超过8500间的公立学校关起来了，有校舍防翻新，真做放假，佮有动画的场景。嘛学校内底旧的烧水池，怎么变作是水族馆？咱做伙来看卖。校门口全是草，公布栏的相片嘛拢反黄。伫日本基督关会内顶的罗久保小学，10多年前因为高龄化的趋势。学生愈来愈少，最后的几十个学生嘛，因为同学伤少来转学，剩一间空啰嗦的学校。日本は全体で人口減少局面に入っているので、ここのように小学校が廃校になるケースはこれからたくさん出てくる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罗久保小学毋是唯一的一间，过去20多年来，日本人口的老化程度一直增加。目前15岁以下的囡仔只有大约1440万人，敢若占总人口的11.5%。囡仔少，校找无学生。日本政府统计，按2002到2020年，有超过8500间公立学校收起来。学校收起来，咁就是放伫个趴园。惠华町政府认为历史超过100年的罗久保小学趴园伤可惜，决定好好利用有历史感的木造校舍，要予伊新的任務。日本はアニメがとても人気で、アニメのプレイヤーのコスプレイヤーの撮影会に使ってもらったりとか、あるいはなんだろうな、企業の研修で使ってもらったりとか。另外一间厝城关幸福市的废棄學校，為予企業2015年改造休閒農場。先生方の駐車場を利用して商業棟を建てました。でこれにマルシェ、売り場、喫茶コーナー、2階にレストラン。类似的案例，阁有旧游泳池互非营利组织改造水族馆，嘛有教室变做客饭店。不过地方政府讲，改变的成本真悬，补贴的经费嘛真有限，敢会当地有限的资源，尽力互学校重生。公视新闻徐婉玲编译。
亚洲国家拢面对真严重的少子化的问题哦。咱来看南韩有侪少年人唔结婚，嘛无想要生囝，当地政府就办大型的联谊，安排上百个未婚男女来对看，望讲会当倒看红线，嘛来提升生育率。 为着放正好听的音乐，阁有真侪鸡龟啊含野蛋树。野蛋节前一个外过，南韩100个查甫查某是增加水水。来小年附近一间真好的饭店，找心目中的爱人。这场联谊活动是京畿道城南市政府办的，来参加的大部分是20到30几岁还未结婚的。现场有巧克力豆、葡萄酒破冰游戏，搁免钱帮你化妆。 아, 네, 좀 긴장되고 그렇긴 한데 지금 크리스마스 분위기를 잘 만들어 주신 것 같아가지고 좀 따뜻하고 즐거운 분위기로 네, 끝까지 잘 진행되면 좋겠습니다. 政府安排到这高岗，都是希望让大家结着好缘分，让还未结婚的找到因翁因某，就会加入去礼堂含生囡仔。因为南韩的低生育率已经变作是国安议题，去年生育率仅0.78。南韩政府最近几冬拢想办法，一直催大家生囡仔。第一步就是让少年人愿意结婚。城南市政府讲，这几摆联谊办落来，已经有要100对结着缘分啊。但专家讲，敢若靠联谊，恐惊无法度救低生育率。 参加联谊活动的一寡人士嘛认为讲，生囡仔爱考虑的代志伤济啊，恐惊毋是两个人恩恩爱爱就会使。韩国统计局预测讲，若生育率继续这么低，到2050年，韩国19到25岁这少年人的数量，都敢若会剩总人口的11%尔尔。公司新闻7万2编译。下半部的天气，咱就看各县市详细资料。 北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8度；中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8度；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0度；东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7度。 华岛地区上低20度，上悬26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